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中意上到你佐當章。如果對呢件樓盤有興趣，請翻影片下低撳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掣直接查詢啦。今日介紹嘅係雅典居一個中層3房1套海景單位，實面積有727尺。我直情嘅單位。從單位大門入嚟之後，一個小小嘅玄關位置，右手邊呢就係廚房嘅部分。廚房係5邊形設計，有一組 U 型嘅大型櫥櫃，有擺放雪櫃、焗爐、微波爐等等嘅位置。亦有充足嘅儲物空間同煮食平台。走廊位之後呢，就見到個直身形設計嘅客飯廳。客飯廳都相當寬敞，長度達到20尺，闊度亦都有10尺。客廳有大面積嘅窗台位置，採光度相當足夠。我先睇睇飯廳嘅部分。飯廳整個闊度達到10尺，左手邊嘅牆身長達8尺。平時放張餐台，4、5個人食飯都相當夠用。旁邊更有通風窗。右手邊就可以放啲儲物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單位嘅客廳位置同樣方正實用，闊度同樣達到10尺。右手邊嘅牆身亦長達10尺，可以放張4人大梳化。右手邊再放飾物櫃、電視櫃等等。我哋出窗台睇睇外邊景觀。從單位嘅客廳望出嚟，可以望到八仙嶺、觀音像、船灣淡水湖方向嘅廣闊山景海景。亦望到樓下青年型嘅翠綠園林景色，景觀非常開揚。呢邊坐向就向東北嘅。跟住睇睇浴室部分，浴室都有重新翻新過，設有智能座廁、企缸位置以及通風窗，以及大型嘅鏡櫃、浴室櫃，簡潔企理。跟住睇睇第一個房間，房間以長方形設計，長度達到7尺半，闊度就有10尺，做咗入牆衣櫃、折疊床，窗台位置亦都利用嚟放做書台。從房間望出去景觀，就係以鄰近樓景以及市中心景色為主。呢邊坐向就向南嘅。跟住睇睇第二間睡房，同樣以長方形設計，長度達到10尺，闊度亦都有7尺。旁邊放咗個大型衣櫃。以及雙人床，同樣有個窗台位置，望出去景觀，亦都係以鄰近嘅樓景以及市中心景色為主，坐向都係向南。最後我哋睇埋主人套房，入門嘅左手邊就係主人浴室部分，同樣全新翻新過，亦都設有智能座廁、企缸位置、通風窗。以及大型嘅鏡櫃、浴室櫃，簡潔實用。主人房嘅睡房部分亦都以方形設計，長度達到9尺半，闊度就有8尺半。做咗入牆嘅大型衣櫃，窗台位亦都做咗工作台。瞓醒嘅時候，就可以望到出面呢個咁開揚嘅海景。主人房可以望到八仙嶺、觀音像、船灣淡水湖一帶嘅廣闊山景海景，以及樓下烏溪沙青年型嘅園林景色。呢邊坐向就向北嘅。現時間單位放賣緊嘅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返影片下低撳返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掣，即時直接查詢啦。Thank you。